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P 啦。有2個禮拜係冇同大家去做個分析啦。先講明一句啊，呢段影片咧只不過係我個人嘅市場分析同埋分享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任何買賣決定咧都要自己判斷。市場有風險，如果大家係需要買賣嘅時候，請問翻自己嘅專業嘅財務顧問。咁今日就開始個市就有啲回暖，就想同大家去講下少少。咁啊，其實今日個市咧就可以用4個字嚟形容啦，反覆向上啦。即係雖然呢個消息就唔算爆啦，資金流其實好明顯啦，有啲係值得大家留意下啦。今日嘅氣氛其實唔算差嘅，係一啲試探式嘅樂觀。點解話試探咧？因為我哋睇翻 BTC 先啦，而家 BTC 咧就喺個87,000左右咧，就喺度震盪嘅，跌幅大過1%啦。咁其實風險資產仲未完全回暖啦，而黃金咧就企咗喺4310嘅附近啦。咁啊，代表個避險錢係未散咯。恒指就去到25,400至25,500附近呢個位置，咁啊成交量就一般般嘅。即係話咧，其實風險咧同避險兩邊都有資金，大家都係摸下摸下咁樣。咁我認為呢個格局其實市場都係等啲觸發點啦，例如美國政策嘅口風啦、數據啦，或者地緣政治因素啦。咁好啦，我哋睇翻啦。咁 Bitcoin 咧就係而家喺一個86,900點附近啦，24小時跌咗1%啦。咁啊 BTC 就比較弱啦。咁啊，但係又未繼續再扯落去啦，因為下方嘅位置都幾深。咁啊，亦都係一個震盪區間啦，就係你見到啲黃線嘅位置就係掂完就上翻去，都係呢啲我哋喺我哋嘅規劃裏邊行走緊。咁其實都冇咩太大嘅方向。黃金啦，就係喺4,315至4,320啦。其實喺條黃線大家都睇到啦，呢啲穿過咗其實就入得噶啦。OK，咁其實都企到10幾蚊。咁啊，而家升咗0.3% 啦。咁啊，金價雖然好靚啊，但係其實背後原因就包括美國就業數據未完全放緩啦，市場仲憧憬長期減息啦，地緣政治都未舒緩啦，所以我覺得其實黃金短線咧都仲有得頂下嘅，但係要留意4325至到4350呢個嘅壓力位啦，即係呢個位置啦。恒指啊，今日都算硬淨啊，但係升勢亦都唔係爆啊，慢慢推上去啊。OK。外資就未翻嚟啦，但係內資就明顯有啲嘢托住咗啦。OK，咁啊，我覺得恒指咧短線入邊咧都仍然會可以挑戰上方嘅位置，但係要留意2500、600呢附近呢個位置啦，附近嘅反應啦。咁但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再講一啲唔同嘅產品啦，例如中國指數啦，咁啊今日勁升啊，今日升咗1.28%啦。即係中國 A 股其實反彈，今日反彈最明顯嘅背後原因咧係因為中國經濟會議咧。雖然平時對股市嘅影響都唔係太多，但係市場就當穩字當頭，房地產政策嘅支持力度加大啦，同埋去北向嘅資金少量流入啦，所以我覺得 A 股嘅呢下嘅反彈咧都係技術性為主，同埋如果後邊有政策嘅延續咧，我就認為仲有一個上升嘅空間。而 BTC 啦就係最勁跌一個產品，就係跌咗0.92%。雖然唔算大跌啦，但係喺個 watch list 度其實個算最弱啦。咁啊，最主要原因我覺得係因為加密貨幣市場其實冇啲新嘅資金啦 ，BTC 啊、ETF 啊流入速度放慢啦，美股回調啊令到風險資產啊其實冇啲部署，所以我建議其實 BTC 短線咧都係唔好追啦，亦都唔好沽啦，等佢去翻呢個85,000至到85,700呢個大箱型破位先去再傾啦，即係嗰個位置就9萬點。如果唔係，你去到下方嘅位置都係得個千零點咁樣，其實基本上我都覺得呢個位都係一個中間位置，所以有機會都會中止蝕嘅。我覺得最熱門就係恒指啊 ，OK， 因為港股人氣其實比之前就多咗好多，原因係因為內地股市帶動咗情緒港股估值低到其實有啲吸引，所以啲人就入貨，同埋技術面係有一個反彈嘅信號啦。係啦，咁所以其實就係睇翻呢啲位置，其實佢有個承接咗喺度啦，係啦，所以咧，我覺得今日恒指升到25,500點呢個位，應該係短線係一個好信號，但係真正挑戰咧都係喺25,850至到26,200左近呢個位置，咁啊，如果破唔到，其實佢會落翻25,200至到25,000呢個位咯，係咯。因為再低啲，其實23,187㗎啦。咁所以我個人觀點咧，就認為市場咧已經由上星期嘅悲觀咧，慢慢變成審慎樂觀啦。風險亦都有少少改善，但係我覺得都係大方向仍然有一個明朗啦。美國數據啊、政策啊變數太多啦，所以我覺得就係總結啦，就係3樣嘢短線嘅。恒指就可以睇翻25,850至26,100呢個位，黃金就要睇翻阻力啦，4330、4350。
BTC 嘅靜觀其變啦，就唔好亂咁入啦。咁啊，而家嘅市其實就唔適宜重倉嘅，因為方向未出，咁啊保持翻個彈性先，留翻力去等大牛市嗰陣時啊再做操作啦。結尾啦，就係今日個市咧其實唔算爆嘅，但係方向感亦都逐漸清晰嘅。記住樣嘢，而家係部署期，唔係 show hand 期。等突破啊，等信號啊，會安全啲咯。咁今集嘅市況分析就係咁多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，亦都係 share 亦都 subscribe。另外我哋係會有 WhatsApp 群組嘅，亦都係會有一啲交流群嘅，歡迎大家去加入啦。多謝各位。